Step 1 安裝說明。組裝方式：組裝1，適用於一般奶瓶、奶嘴。在底座上依次放上消毒桶。置物架1，配件欄。置物架2，上蓋。需要消毒的物件可放置在消毒桶內和置物架上。注意，為了獲取最佳的消毒效果，請把奶瓶拆開並將瓶口朝下放置。組裝2，適用於盤子、高奶瓶等稍大物件。在底座上依次放上消毒桶。置物架。上蓋。組裝3，適用於小物件或蒸煮。在底座上依次放上配件欄。置物架。上蓋。Step 2使用說明。使用前，先將部件清洗乾淨，以確保消毒效果更理想。接通電源後，轉動旋鈕，將定位點旋至相對應的功能。選定功能後，無需其他操作，設備將自動開始工作。Step 3各功能說明。使用前先將底座水瓶放置在平面上，並將適量的水倒入電熱盤中。注意，不同功能倒入不同水量。水位線高度切勿高於出風口，以免令水進入出風口內，損壞內部電器配件。蒸汽消毒功能。使用前先將130毫升水倒入電熱盤中，接通電源後，順時針轉動旋鈕，將定位點旋至 Steam。無其他操作後，設備將自動開始工作10分鐘。工作完成後，定位點自動回到 Off 位置，指示燈熄滅。蒸煮功能。使用前先將160毫升水倒入電熱盤中，接通電源後，順時針轉動旋鈕，將定位點旋至 Food。無其他操作後，設備將自動開始工作20分鐘。工作完成後，定位點自動回到 Off 位置，指示燈熄滅。消毒烘乾功能40-60分鐘。使用前先將130毫升水倒入電熱盤中，接通電源後，順時針轉動旋鈕，將定位點旋至40或60位置。無其他操作後，設備將自動開始工作40-60分鐘。水燒乾後會自動轉為烘乾模式。工作完成後，定位點自動回到 Off 位置，指示燈熄滅。單獨烘乾功能40-60分鐘。單獨烘乾時不需要加水。接通電源後，順時針轉動旋鈕，將定位點旋至40或60位置。無其他操作後，設備將自動開始工作40-60分鐘。工作完成後，定位點自動回到 Off 位置，指示燈熄滅。